親子36計之反間計，作者笨麗爸爸。特務係極受歡迎嘅電影題材之一，身懷絕技嘅俊男美女遊走正邪之間，暗施手段刺探情報，最後不辱使命，驚險完成任務。從前喜歡代入呢類出生入死嘅角色，大呼過癮。最近發覺自己喺屋企嘅身份，竟然越嚟越似咁樣嘅一個中間人。呢種人好聽叫特務，即係肩負特別任務嘅人；持平一啲叫間諜，居中竊取情報；多行不義嘅叫奸細，以破壞攪局為樂。除咗第三項目不適用，我身處太座同埋個仔之間，的確負起一項特別任務，並經常套取同埋轉發二人嘅情報，目標係令呢個家庭運作暢順和諧。不過我較喜歡叫自己做細作，即係中國古時間諜嘅稱謂，細細密密暗地裏把一家人串連起嚟嘅工作。做家中細作必須先修36計中嘅第33計反間計。孫子兵法按間諜類型總結出5種手法，分別為因間、內間、反間、死間、生間、收買或利用敵方派嚟嘅間諜，叫做反間。反間之計原意係利用間諜散播假情報，讓敵人之間互相猜疑，自己坐收漁人之利，我則隱而用之，自行反間。兒子年屆雙位數字，智慧漸長，把口唔收，經常得罪佢嘅母親大人；而媽媽則性格火爆，兒子表現稍有閃失，立刻掛起10號風球，雷霆大發，弄至家無寧日。從前我會施展一招隔岸觀火，但漸漸發覺此計只適用於孩子較年幼及性質較輕嘅事情上。現時雙方火拼，勢均力敵，互不相讓。假若我好似舊時咁坐視不理，期望時間沖淡一切，戰況便會僵持好一段日子，令家中彌漫一陣冷戰味道。當懲罰命令下達，兒子希望我同媽媽講好話，媽媽亦要求我加倍訓示劣兒，夾在中間，不得不施展反間之術，化身細作，穿梭兩國進行遊說。媽咪阿仔已知錯，其實未知，你就原諒佢一次咁多啦。阿仔，你阿媽都知自己語氣重咗，你就做好啲，我幫你申請減刑啦。如此來來往往，真心散播假情報，做醜人，務求緩和雙方劍拔弩張嘅緊急狀態。此計易用難精，既需把握時機，又要求一定語言技巧，左右逢源之餘，更要小心不能被兩方揭破。然而可獲取一家人和睦相處嘅最大利益，值得。做細作不但要喺事情發生時行動，更需不時聽取情報，分析後若覺得大戰難免，便動腦筋想想計謀，事前拆彈。上一代老豆係家中皇帝，呢一代唔少淪為細作，可悲嗎？又唔覺。時移世易，女權當道，有位可企以萬幸，況且委身少少間諜一職，只係權宜之計。必要時，男士們亦可重披龍袍，以雷霆萬鈞之勢奪回決定權，進可攻，退可守，先至係處世持家之道。大家好，
我係笨泥爸爸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另一個親子36計，再見。